雖然講今仔日有幾個縣市當咧放風颱假，不過今仔日市內是無啥風雨，早起呢就有民眾趕緊出來買菜。那彰化溪外果菜市場就表示，今仔日的交易量有小可減少。另外，政府也有開放這進口菜色來配合着市場的需求。農糧署表示講，佇超市賣場攏設平價菜色專區，目前整體菜色量也算是充足的。拜五日時，菜市也是搶滾，真濟人趁風颱也未入來進前，趕緊去買菜。市場的人也一家吵。哦，去真多的，電油啊比較貴啊20%跑不掉吧？正常買，就是想缺什麼照買。有起，但無真濟啦，無咱在厝的想講哦，夠足貴的買。大部分的民眾是認為講，價格雖然有起，不過要佇咧合理的範圍內底。那店頭家是表示，目前菜價無起真濟，對拜三開始買菜的人就有明顯變較濟，而且高麗菜、白菜、番薯葉這類的也較搶市。颱風前大概就是忙着採收嘛，能救盡量救啊，對啊，所以菜的穩定性從這個時候就開始不高了。颱風過後，對，才會明顯的起伏。那產地這邊，彰化的溪湖果菜市場是表示，拜四菜色進貨量是88噸，拜五是83噸，較減一絲啦。平均的價數也小可有起，拜四是27塊3，拜五起到28塊4。不過政府也有開放進口的菜色來配合市場的需求。這一段期間的確有那個進口過來咱一寡冷鏈的這寡蔬菜攏有出來，產地其實差不了多少。颱風要來就漸漸一直漲了，風颱了到底傷到多嚴重，這就是要看天氣了。因為驚風颱掃過會造成農業的損失，影響菜價。農糧署表示，政府也有輔導農民團體甲超市賣場合作，對6月25開始就有設平價菜色專區。目前整體菜色量算充足，消費者會當安心。記者姚淑珍、郭佑記者桂林綜合報道。